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中國人壽第11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我係嚟自 C2C 義工團嘅 Cindy。Hello， 大家好。Thank you， 亦都借助大家嘅掌聲開始今節嘅論壇。一連3日嘅高峰會集合咗唔同嘅機構一齊探討黃金年齡喺香港嘅新發展同動向。今日都唔例外，準備咗非常之多精彩嘅內容俾大家。咁今日第2個演講題目係自創關愛社區。關愛社區嘅建立源自於共同目標、創意同埋集體活動。今次嘅演講主題係展望如何透過跨界別同埋持份者嘅合作，激發創新方案，增強社會支援，促進共融同埋提升整體嘅福祉。我哋首先有請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福利署助理處長安老服務殷麗明女士致歡迎辭，有請。好，大家聽到啊嚇！大家好，午安。咁我係社福利署嘅殷麗明啦。咁咧就今日都好開心可以嚟到呢個場合啦。咁其實都係一個榮幸嚟嘅。今日我係代表社福利署啦，就參加呢個第11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咁我首先咧係要好多謝黃金時代基金會。咁頭先咧都喺台下咧一齊傾偈嘅時候咧，都有咁樣講過，就話其實咧都係黃金時代基金會咧，其實幾早着先機嘅。咁佢一路咧都係致力呢就係推動一個社會用嶄新嘅角度啦，就睇人口嘅高齡化呢件事。咁咧就唔係淨係睇咧究竟係有啲咩嘅資源咁樣係喺政府嗰度做，而係咧凝聚咗咧係一個民間嘅力量啦。咁啊促進咗咧跨界別嘅合作同埋創新嘅發展。咁啊成績其實有目共睹，尤其是今日嚟到呢個場咧，見到參與嘅人好多，節目咧亦都好豐富。咁啊，首先好多謝即係黃金時代基金會啦。咁今日嘅論壇咧，頭先都講咗啦，叫自創關懷社區。咁我就突然間有感而發，因為頭先司儀咁講啊，我唔係話司儀咧咬字唔正嘅，不過咧我聽落去嘅時候咧，聽到自創關懷社區。都好好喎！如果咁樣睇嘅話，咁咧個主題咧，我有睇過大會嗰個摘要嘅。咁個講法咧，我抄低咗一句，咁就係講咧關愛社區嘅建立咧，就源於共同目標、創意思維。咁今日咧，我哋在座同埋成個場地啦，有咁多嚟自唔同界別嘅朋友去參加啦，正好就係體現咗共創啦，同埋跨界合作呢一個精神，而且咧傳遞咗一個好好嘅信息。咁就係關愛社會咧。其實就係每一個人啦，我哋一個社會裏面生活係一個共同嘅責任嚟嘅。咁呢個咧亦都同我哋社會福利署咧嗰個理想咧係好一致嘅。我哋嘅理想咧就係共同建設一個互相關懷嘅社會，使到人人都係自立、自主、自尊、自重。咁啊，香港其實都進入一個高齡化社會啦。目前咧就65歲以上嘅人口。唔知在座知唔知已經有幾多呢？咁其實已經咧175萬㗎啦。咁即係點呢？就係我哋總人口佔咗23%，係65歲以上嘅長者。咁當中咧獨居啦，同埋雙老同住嘅情況咧，亦都係越嚟越普遍嘅。咁啊，其實長者我哋都知啊，其實我哋都係想喺自己熟悉嘅社區嗰度咧安享晚年。咁所以政府咧一直都係用一個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嘅施政方針咧，就去提供服務嘅。咁喺過去咧都已經持續咁樣咧加咗唔少嘅服務，希望咧俾我哋嘅長者咧更加多嘅選擇。咁喺今年咧，我哋就將呢個社區照顧券啦，就由12000張就增加到16000張，咁亦都會增設咧4個新嘅長者鄰舍中心，同埋會優化咧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咁樣。咁照顧者都緊要嘅喎，因為咧一個長者能夠喺社區嗰度生活，最重要就係有照顧者嘅支撐。咁所以咧喺過去呢幾年咧，其實都推行咗唔少嘅措施嘅，好似大家成日都聽到嘅照顧者專線120、130啦，係我哋咧唯一一個或者第一個咧係24小時由專業社工去接聽電話嘅一個服務嚟嘅。另外咧亦都有一啲資訊網咧一站式咁樣去查詢翻咧有關嘅服務咁樣。咁但係要點樣做好個支援呢？其實都體會到有一點咧，就係要主動出擊。
咁所以過去咧，我哋都提供咗一啲唔同嘅計劃嘅。咁例如咧，我哋有地區關愛隊啦，一個支援長者同埋照顧者嘅計劃。咁係做啲咩嘅咧？就係由關愛隊去探訪一啲有需要嘅住戶。咁至今咧已經探咗11萬戶咧係有需要嘅住戶。咁呢個計劃咧個好處係啲咩咧？就由我哋原本咧係被動咁樣等人哋嚟求助，就轉向咧成為主動去出擊。咁我哋希望做到咧就係主動接觸及早發現咁。另外仲有一個計劃咧叫做與照顧者同行。咁係啲咩嚟嘅咧？就係去訓練一啲前線嘅物管人員。咁因為長者同埋照顧者接觸得最多嘅係咩咧？就係你嗰棟樓嘅管理人員啊嘛。咁於是我哋就會咧做一啲培訓啦，等佢哋咧更加明白點樣去辨識一啲有需要嘅長者啦、照顧者嘅需要啦，甚至係殘疾人士嘅需要。咁然後跟住仲要掌握到咧地區嗰個資訊係啲乜嘢。咁先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會將佢哋嘅住戶就聯繫翻喺一啲嘅社區資源裏面啦。兩個計劃嘅重點咧都係一樣嘅，就係我哋要借助社區嘅力量，將我哋嗰個支援嘅網絡咧就可以積得更加大，同埋更加密。咁除咗咁樣咧，政府亦都好積極咁樣咧，係應用緊一啲智能科技咧，同埋大數據嘅。咁希望可以更加精準咁樣支援到長者同埋照顧者。咁已經咧建立咗首階段嘅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咁係啲咩嚟嘅咧？就係我哋希望透過咧整合、共享同埋分析一啲分散嘅數據啦，就可以加強翻社會福利、醫療同埋房屋呢啲範疇底下嘅一啲協作。咁可以識別到咧，究竟我哋應該集中資源咧，係幫邊一啲人咁。咁兩項嘅數據整合咧，就嗰個情況係咁嘅。嗱，第一樣咧就係我哋會透過整合自己社署同埋房屋底下嘅一啲資料啦，就揾出咧究竟有邊啲住喺公屋嘅住戶，其實佢係最有需要嘅。咁例如係一啲獨老、全老戶啦，或者係一啲有需要嘅殘疾人士同埋佢哋照顧者啦，咁我哋就會配對咗咧邊一啲其實係未有社會服務俾到佢嘅，咁我哋就會假設呢一啲咧係比較有需要，咁就會委託咧關愛隊首先去探訪佢哋。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同醫療之間嘅合作啦，我哋就會將社署呢一個即係高危照顧者嘅資料咧，就配對一下究竟喺醫管局嗰邊佢哋入院嗰個病人嘅情況。咁於是就揾出咧，會唔會有一啲照顧者咧，佢係突然間入咗醫院。咁於是我哋咧就會通知咧我哋嘅照顧者支援專線啦，頭先講嘅182、183啦，就請佢哋幫手去睇一睇，究竟照顧者同佢屋企人咧，會唔會有一啲突發嘅需要，要立即俾一啲支援嘅咁。咁如果喺一個即係科技嘅應用方面咧，咁我哋喺2024-25年度咧，亦都向樂齡及康復創科基金咧，就係提供咗額外注資10億嘅。咁而且咧就擴展咗嗰個服務嘅範圍啦，就係可以咧買一啲適合家居使用嘅樂齡科技產品。咁換句話講咧，就係社署資助嘅一啲社區照顧服務嘅單位咧，佢唔單止咧可以去申請呢個基金啦，去購置一啲喺佢哋嘅單位裏面俾長者、俾照顧者或者係殘疾人士用嘅一啲科技嘅產品啦，仲可以買一啲咧就係俾佢哋借翻屋企嗰度用嘅。咁啊，同時啦，咁我哋亦都好重視咧，就係政商民嘅合作啦。咁所以最近呢，喺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贊助底下啦，我哋推出咗為期2年嘅一個先導計劃。我先導計劃咧有啲長嘅，不過我見咧即係交易所阿 Paul 喺度嘛，所以咧我決定讀一次。咁就係為高風險住戶安裝智能意外偵測系統先導計劃，係咪好長咧？不過咧簡單啲記咧，就係我哋點樣做咧？我哋會免費喺呢個計劃底下，喺呢個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贊助底下啦，我哋會免費為一啲高風險嘅家庭試下去安裝一啲跌倒嘅裝置，或者其他啲意外偵測嘅一啲嘅裝置，咁啊提供24小時嘅緊急支援啦，咁啊達至咧可以即時偵測及早介入呢一個效果。咁政商民嘅合作嘅模式咧，亦都充分體現喺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啦。咁由政府牽頭推動，商界提供場地，關愛基金提供資金，非政府機構負責營運。而家咧已經係開咗13間社區客廳㗎啦。預計喺年底咧會增加到18間。咁為劏房住戶，包括有需要嘅長者啦，提供額外嘅生活空間。
咁亦都咧希望藉此係擴闊佢哋嘅人際網絡。咁呢個咧係一個體驗咩叫跨界別嗰個合作嘅一個力量嚟嘅。咁一陣間咧，我哋有3位講者啦，包括有星展銀行嘅陳依依女士啦，有香港交易所嘅周冠英先生啦，仲有我哋黃金時代基金會嘅容蔡美碧教授啦，咁同埋我哋嘅主持人啦，劉巨基醫生，佢哋稍後咧就會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寶貴經驗同埋見解。咁要我哋嘅長者喺個社區生活係可以安享晚年，又讓我哋嘅照顧者喺照顧嘅路上面係唔覺得孤單呢，政府其實責無旁貸嘅。不過淨係靠政府嘅力量咧係唔足夠，咁所以我哋必須咧係要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做核心啦，就建立起一個跨界別嘅協作網絡，可以突破一啲傳統嘅思維，盡量利用科技同埋數據，咁先至有機會咧提供到最到位嘅支援。咁我相信啦，透過今日呢個場合啦，有3位嘉賓嘅分享，有各位嘅交流，一定能夠咧激發起更加多嘅新思維，可以提供到更加多更好嘅服務。咁最後咧，我都衷心感謝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嘅參與啦，亦都咧係祝願我哋嘅活動圓滿成功。多謝大家。Thank you， 唔該晒殷女士，請留步，請去到台中央位置，我哋將會邀請一眾嘅演講嘉賓一同上台合照嘅。現在有請我哋嘅演講嘉賓，星展銀行香港董事總經理及集團營銷及傳訊部總監，香港及中國內地陳依依女士，香港交易所集團法律顧問及集團首席可持續發展總監周冠英先生，黃金時代基金會創會主席容蔡美碧教授，有請。當然唔少得今節嘅主持。黃金時代基金會籌備委員會成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神經科臨床副教授兼中風研究與預防小組 Hong Kong U Stroke 主任劉巨基醫生，有請咁多位。非常之感謝咁多位嘅撥冗支持，亦都出席我哋今日嘅主論壇，同大家分享更加多關於我哋自創關愛社區嘅主題。我要望住攝影師嘅位置。我哋影多幾張，請留步。一齊俾個 like， 亦都預祝我哋活動成功。非常之多精彩分享嘅內容。好 ，thank you。咁我哋有請演講嘉賓就座，亦都唔該晒殷女士，請到台下就座。咁見到我哋演講嘉賓已經準備好啦，將時間交俾今日嘅主持，有請 Doctor， 有請。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午安！我歡迎大家嚟到今節呢個嘅自創關愛社區嘅環節。咁今日呢，亦都非常之榮幸咧，可以主持呢個環節。咁非常之多謝啦，殷麗萍嘅女士啦，為我哋頭先嘅致辭啦。我係一位嘅腦神經科嘅醫生。咁每日咧，其實都見到咧，其實健康啦同埋福祉咧，真係唔係單靠醫護啦，甚至咧即係社福界咧就可以建立嘅。咁其實今日嘅主題咧，就提醒我哋關愛社區咧，係我哋需要共同嘅目標啦、創新嘅同埋創意嘅思維啦，同埋跨界別合作。頭先助理處長都有講話咧，其實點樣去借用咧社區嘅力量啦，同埋呢個政商民嘅合作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今日非常之榮幸咧，可以請到3位非常出色嘅講者，咁分別咧從呢個嘅銀行啊、可持續發展同埋社會嘅呢個創新嘅角度咧，同我哋分享嘅。咁第一位講者咧就係陳依依女士，咁樣咧就佢係星展銀行香港董事總經理，同埋咧集團營售同埋傳訊總監嘅。咁 Alfie 會今日同我哋分享咧一啲即係其實喺金融機構啦，點樣可以超越傳統嘅銀行嘅角色去支持關愛社區。其實大家如果行嚟嘅時候咧，第一即係其中一個 booth 就會見到 DBS Foundation。其實咧我今朝都了解過，其實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項目。咁呢個時間不如俾 Alfie 去詳細去講多少少，交俾 Alfie。好。大家下午好啦，咁首先非常感謝 Dr. Rebecca 就再請我哋嚟度有個分享啦。咁大家都
都了解過多少關於DBS Foundation 星展基金會。咁喺講成個基金會過程當中咧，因為今日嘅主題咧係講ESG 啊，我都想講講點解我哋覺得其實喺 ESG 入邊咧，其實基金會嘅角色係點？其實星展銀行咧係一家嚟自新加坡嘅銀行啦。咁其實銀行咧就做好多關於 E 嘅嘢嘅，關於環保嘅嘢嘅。特別幾年前即係大家好興講咩金融啊、綠色金融啊、sustainable finance 啊等等。咁但係我哋喺研究成個 E 呢個 topic 嘅發展嘅時候，發覺其實咧可能有時會影響到 S 呢一方面。舉個例子，當所有人喺度話，我哋應該唔好用呢個煤啦，我哋要用呢個新能源。咁大家有冇諗過，其實喺非洲啊，或者啲好窮嘅地方，根本佢只能夠燒蠟燭，佢只能夠用蠟燭嚟去照明。咁你同佢講好多新能源啊，好多呢個可持續發展，其實對佢嚟講，可能喺社會進步過程當中，有一部分人係被遺忘嘅。咁所以因應呢一個呢個趨勢咧，咁其實星展會諗，其實我哋除咗我哋喺做業務方面去推動綠色能源啊、可持續發展之餘，又點可以有另外一個力量去幫助可能喺社會進步當中被遺忘嘅一啲人？咁就諗緊，其實我哋應該通過星展基金會咧去做更加多係真正回報社會嘅嘢。咁我好快講講呢個星展基金會啦。咁我哋12年前就喺新加坡成立啦。咁過去10年當中，其實係主要係幫助好多嘅社會企業啦，或者我哋講 impact business 去創造價值，去回報社會嘅。咁而我哋喺2年前咧，我哋星展基金會咧係提高咗成個喺亞洲去回報社會呢個金融上邊嘅支持啦。咁而我哋喺支持方面咧，其實有2個主題嘅。一個咧，我哋希望係一個共融inclusion。咁呢個 inclusion 會包括咗我哋點樣希望我哋嘅老友記，因為今日我哋喺黃金時代基金會，其實好多係老友記都喺現場啦。咁我哋點樣可以等老友記喺呢個金融發展啊，喺呢個社會發展當中，唔會因為我可能因為冇金融知識，或者我可能因為有啲好高，而家啲騙子好犀利㗎嘛，可能啲騙子用 AI 去做詐騙嘅時候，點樣可以等我哋嘅老友記，我哋嘅需要幫助嘅一啲社區嘅伙伴唔會因為冇呢個金融知識去受到欺騙。咁所以我哋喺共融方面咧，我哋會做好多關於 financial inclusion 嘅一啲教育工作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講緊 essential needs。咁其實咧，我哋香港雖然係一個非常之發達嘅社會，但係其實都有好多係可能未被關注到嘅人群。咁我哋又點樣可以等一啲需要關注嘅人群可以通過星展基金會得到佢哋需要嘅幫助？咁我哋其實做咗都好多嘢㗎。咁因為時間有限，我其實好希望多聽聽阿 Paul 啊，聽下 Rebecca 嘅分享。我亦都唔去敘述太多啦。我想舉幾個例子。一個咧係我哋同社聯亦都展開咗唔同嘅合作啦。咁樂齡展耀通咧，其實就啱啱好因應阿 Jenny 提出嗰個方向啦。其實好多居家安老嘅時候，阿 Paul 嗰個項目非常之好，啱同佢講。其實點樣可以咧獨居老人或者係需要照顧嘅老友記喺屋企嘅時候，佢唔會覺得孤獨啊。咁而我哋呢個樂齡展耀通其實做嘅係咩咧？係去點樣可能喺居家養老嘅時候，可以有一啲科技嘅手段，等佢哋喺居家都可以做一啲康健嘅一啲exercise，唔需要係去輪候啊等等。咁而我哋另外譬如全健展愛計劃啊，譬如我哋嘅糧食展愛計劃，係更加去幫助可能一啲係真係需要食物嘅伙伴啊，同埋或者我哋講緊係從醫方面嘅接觸啦。點樣有啲臨期嘅食物，其實唔好嘥啊。其實嗰個番薯生得醜樣啲啫，佢可以食㗎喎。但有可能好多人因為係番薯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食材，我哋點樣可以通過將 E 同埋 S 去結合去做好呢一樣嘢？咁第二個主題我哋係講緊我哋講心又講金啦。呢個啱你都講咗好多，就係話其實作為一個金融機構，我哋係希望我哋嘅客戶啦、我哋嘅社區啦，係唔會因為科技嘅發展，唔會因為而家人人講 AI 就忘記咗初心，唔知道其實原來好多人係未有呢個 access 去做 AI，未有呢個接觸啊。咁我哋點樣可以我哋
喺做成個家庭教育嘅時候，等無論係家長啦、小朋友啦，都知道其實講心之餘咧都可以講金嘅，因為越早講咧就越可以早去做 planning。因為如果唔做計劃嘅話咧，其實今日3日嘅論壇，我諗好多專家都講咗，其實一定要好早做安排，唔係等到老嗰陣時先做，可能係20幾歲、30幾歲嗰陣時就要開始做呢樣嘢。咁我哋其實喺4月份嘅時候咧，就亦都係同社署呢邊嘅指導之下啦，咁我哋係做咗一個社區客廳嘅。咁而我哋社區客廳咧喺油麻地，咁我哋呢個社區客廳咧，其實亦都喺開始嘅時候做咗非常多同街坊嘅一啲訪談啊，希望知道佢哋真實嘅需要係乜。原來發覺街坊唔只需要一個客廳，佢仲需要一個共享嘅廚房，佢哋需要一個共享嘅空間，係可以同其他嘅街坊一齊坐埋嚟傾偈啦、煮飯啦、教小朋友做功課啦、玩遊戲啦，甚至係夾 band。咁我有段片可能請後台嘅同事可以俾大家感受下點解我哋會做呢個社區客廳。喺城市密集嘅高樓之間，藏住好多看不見嘅生活故事。對於唔少基層家庭嚟講，家只不過係幾十尺嘅空間，飯桌、書台或者一張梳化，從來都唔係理所當然。屋企地方得3、4尺，我同埋啲小朋友咧就會喺張床嗰度攤張嗰啲喺床嘅書台仔，平時喺屋企都冇地方俾佢，翻屋企就係沖涼瞓覺。Very small subdivided unit or room. I wouldn't be able to like cook in there. 喺油尖旺區有超過26,000個劏房單位，其中大部分位於油麻地，無數家庭正面臨住類似嘅居住挑戰。我哋相信家並唔只係一個棲身之所，更加應該係一個可以令你放鬆身心、實現理想嘅生活空間。正正係呢個念頭，星展基金會同東華三院攜手響應政府精準扶貧嘅策略，期望改善劏房住戶嘅生活環境。油麻地社區客廳就喺呢一場政商民跨界共創中誕生。我哋穿梭窄巷，深入油麻地社區觀察，務求聆聽唔同背景同族裔街坊嘅需要。由第一張草圖開始，街坊、星展義工隊、東華三院團隊同設計師以一筆一線共同勾畫出呢個家嘅輪廓。門打開咗，但僅僅係個開始，線仍然喺度延伸。Very happy when I walked in. I was like, wow, because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place for a long time to open up.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I didn't expect, like to be able to do, like my laundry. I'd say it does. It's a fully equipped kitchen. I'm confident that there'll be enough space for everyone and do what they need with it. 因為佢一個大平層，可以睇到小朋友喺度活動，俾我一個感覺係安全嘅。如果嗰啲小朋友過嚟呢間社區客廳咧，我相信佢第一時間會衝入去呢間兒童玩具房咯。咁我又有個咁寬敞嘅地方去煮嘢食俾佢，我自己心情都會好好多咯。我哋將會邀請更多人走入油麻地社區客廳，共同令呢條線交織出無限嘅可能。喺呢度，令每一份微小嘅生活日常凝聚成最真實嘅幸福感。感覺係好好嘅。美埋去係好寬敞、好舒適，好似成個家咁。好啦，我諗我呢個係一個拋磚引玉啦。咁我其實好希望多聽聽阿 Paul 啊、Rebecca 有啲咩分享，包括阿 Gary 有咩分享。咁所以我咧將剩翻嘅時間交翻俾 Gary 先。多謝 Alfie， 其實我知其實 TBS Foundation 做緊仲有好多嘢，亦都頭先喺你哋嘅 booth 嗰度咧都知道，譬如一啲同軟餐有關啦，同埋一啲嘅家居嘅 Evercare， 譬如一啲嘅唔同嘅 service 啦。咁我諗大家其實陣間完咗都可以，或者陣間喺嗰個論壇度我哋可以再繼續傾下。但係因為家真係好重要，因為我哋嘅作為醫生，我哋唔係淨係往往唔係淨係專注嗰個 physical， 我哋嗰個well-being 嗰個嘅 psychosocial 嗰個 well-being 咧，我哋其實因為家或者我哋食衣食住行，我哋所以 Golden Age Foundation 成日都即係着重嗰個衣食住行各樣，咁呢啲好重要。咁下一位講者咧就係周冠英先生啦 ，Paul。咁佢係香港交易所集團咧法律顧問，同埋咧呢個嘅集團首席可持續發展總監嘅。我相信大家都會聽過香港交易所啦，但係可能未必個個會知道咧，其實早喺6年前咧就交易所已經成立咗一個嘅
慈善嘅基金咁樣嘅。咁不如都會想聽多啲喺 Paul 嗰方面啦，亦都即係喺交易所啦，同埋個慈善基金一啲嘅項目。咁我呢個時間交俾 Paul 先。好啊，多謝Gary。咁首先多謝Golden Age Foundation 啦，今日請我嚟。咁我諗好開心喺度見到大家好多嘅老友記喺度啦，朋友啊等等。咁或者我講一講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因為好多人聽就聽過香港交易所買股票，亦都有人有同我哋幫襯過，我哋同我哋買股票。但係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咧，其實本身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單位嘅喺我哋港交所入邊。咁我講一講簡單介紹一下嗱，我哋其實喺6年前2020年嗰陣時候開始嘅。咁我哋一直以嚟呢，就做有幾個唔同嘅計劃去資助嘅，一個呢，我叫慈善伙伴計劃，另外一個叫社區項目資助計劃。咁其實簡單嚟講呢，其實都係資助一啲喺唔同社區、唔同嘅範疇度嘅一啲嘅一啲嘅唔同嘅項目啦。咁嗱，我哋有4大範疇，你會睇到，包括有社區發展啦、人才發展、環境可持續發展同埋金融理財等等嘅。咁但係我諗今日我哋講嘅項目呢，其實就係講關於跨界別，講緊創新。其實呢樣嘢我哋好關心，因為我一陣可以講多少少，就喺我哋每一次成功去批出一個資助嗰陣時候呢。你都睇到啦，我哋大概每年講緊可能大概1億到嘅資金，我哋批出去唔同嘅項目，有好多150個項目等。我哋其實好多時候睇嘅咧係究竟入邊係咪一個單純一個項目，因為其實佢可以帶嚟一啲社區嘅效益、社會嘅價值啊等等，係可唔可以持續到？咁呢個我哋好關注。不過呢個一陣我哋可以再傾多少少。咁但係呢兩個咧係我哋一直以嚟做嘅計劃。咁另外當然我哋獎學金嘅計劃等等啦。咁但係或者今日我哋可以講多少少呢，就係關於呢個照顧者關懷計劃，因為呢樣嘢我諗同在座好多嘅朋友啊等等，其實可能係息息相關嘅。咁嗱，我講照顧者關懷計劃之前呢，我想有1、2個例子俾人哋睇到，我哋嗰個慈善伙伴計劃同埋社區項目資助計劃。我哋點樣去衡量一個計劃，或者我所謂呢個有少少嘅例子，你會睇到。有一個其實我哋係一直都好驕傲，我哋做到嘅，亦都好開心做到嘅，就係同香港大學吞嚥研究中心一直合作嘅軟餐研究軟餐發展。咁呢個做到今時今日，其實係同香港有間大家都可能我相信去過嘅一個連鎖快餐店咧，一齊合作緊嘅，去資助佢哋由當初研究到而家係可以去到商業化。公公婆婆可以去呢間快餐店度呢，係食啲軟餐。軟餐嘅意思固然之就係話有啲公公婆婆可能佢哋較為年紀老咗啦，咁佢哋嘅吞嚥能力唔係咁好。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當時候聽到嘅就係話，佢哋對生活上其實可能只係食得粥，只係食啲好淡而無味嘅物品。我想食叉燒包，我想食鮮竹卷。咁但係可能較為難去咬嘅一般，咁所以我哋就研究咗同香港大學資助嘅計劃咧，就係研究可唔可以俾到佢一個好真實嘅味道俾佢，儘管可能唔係真係叉燒包。咁嗱，我自己食過，其實我覺得好好食嘅。咁所以呢樣嘢我哋係好開心嘅，即係呢個其中一個我哋係一個創新性嘅計劃，可以係一個好持續性，甚至可以商業化到嘅項目。呢個就係我哋正正一直想去資助嘅一啲嘅計劃。咁嗱，另外仲有兩個好快咧，一個就係照顧者支援嘅項目啦，即係我會講。咁另外譬如我哋有講嘅就係有生態環境啦，我哋會有保育，咁我哋都有譬如蜜蜂保育設施啊等等嘅項目。另外一個咧，我哋一陣可能都會講嘅就係跨界別喺香港。其實我哋想探討一樣嘢啦。港交所好多人聽過，其實我哋有自己一個理念，我哋叫超級聯繫人。超級聯繫人從一個商業角度嚟講，就係話我哋希望引導一啲國際投資者嚟到香港度去買我哋平台上面嘅股票，亦都有當然內地投資者去買一啲可能係國際公司嘅股票等等。我哋基本上係連接緊機會同埋資金，連接到唔同地區嘅投資者。咁嗱，另外一樣嘢啦，你去翻我哋港交所慈善基金，我哋點樣做呢個聯繫人嘅角色？我哋點樣去聯繫呢？其實喺香港，其實正我哋就希望做一樣嘢，我哋做跨界別嘅聯繫。當然，我哋自己可能同商界方面，我哋嘅聯繫較為密切啲。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同社福界一齊聯繫佢哋，可能同我哋商界傾有啲咩嘢可以係社福界有興趣。反過嚟亦都係一樣。咁所以一樣嘢我哋有做嘅呢，就係我哋叫賦能一啲非政府機構 NGO 一啲嘅慈善機構，
我哋幫助佢介紹，我哋做媒人，我哋介紹啲商業嘅團體俾佢哋認識。等呢啲非政府機構呢，可能佢需要嘅資源啦，需要嘅係一啲嘅可能係譬如領導層嘅一啲嘅專業知識啊等等，策略方面嘅一啲嘅幫助，我哋會介紹啲商業機構俾佢，等佢哋呢可以商業機構方面亦都可以借助佢哋自己喺商業方面嘅一啲嘅優勢啊，一啲嘅能力去幫助呢啲非政府機構呢去一路擴充一路發展。OK， 最後啦，我哋講一講照顧者關懷計劃係我哋上年推出嘅。其實頭先阿 Jenny 都有講過少少啦。咁我哋呢個係其實當時候嘅初心好簡單嘅。香港有好多照顧者，我諗其實我哋入邊，當我哋推出咗嘢，我哋好共鳴嘅，因為我諗我哋覺得在座其實每一位都可能係照顧者，或者可能係被照顧者。我相信人生必經嘅階段嚟嘅，大家都有父母，可能要照顧有孩子喺屋企，可能甚至有啲係好多細路，可能係有讀書困難症啊等等，可能教委難教導嘅細路嘅。咁喺資源唔係好豐富嗰陣時候呢，其實對佢哋嚟講係有度好大壓力。咁當然過去幾年大家亦都睇到啦，香港亦都好不幸，有時間唔中會睇到有啲悲劇啊等等發生。咁所以我哋自己想做嘅就係話，我哋想話俾啲照顧者聽，其實你哋唔係孤單嘅，其實香港係有好多人會幫你哋，包括港交所，包括好多政商商界啊等等去幫你哋。咁所以我哋想推出嘅照顧者計劃，其實個初心就係好簡單。咁我哋喺設計嗰陣時呢，其實我哋有幾個唔同嘅層面。最主要一個層面當然就係社區啦。咁我哋一開始其實推出喺大埔同埋喺觀塘區嘅。咁我哋會同一啲唔同嘅住喺當地嘅慈善機構一齊合作，佢哋做緊急支援服務，去幫助啲照顧者，去幫助佢哋有個案管理啊等等。呢個係一個層面。另外企業啦，其實好緊要嘅就係話尤其我哋喺公司度，其實我公司好多同事呢聽到之後，其實佢哋好有興趣嘅，因為佢哋自己都好多係照顧者。我相信在座可能有啲同事有啲朋友仲做緊嘢嘅，自己都會面臨到喺公司方面嘅壓力，喺可能返到屋企又要面對可能照顧年邁嘅雙親，或者係甚至一啲細路仔。其實喺中間嗰個過程入邊，佢感受到好多壓力。點樣幫到佢哋呢？其實呢個係我哋希望喺職場上面方面，我哋希望引到幫助到一啲公司，佢哋可以有啲計劃去幫助到自己嘅員工面臨照顧者嗰個壓力。咁最後啦，政策同埋文化，我哋唔想係淨係做完咗之後3年嘅計劃、5年計劃都好就完咗。其實我哋真正想做嘅係喺香港度，我哋改變到面臨一個我哋希望介紹到一個好正面嘅照顧者文化出嚟。咁呢個當然有一個政策，有個政府政策方面啦，我哋會做研究，我哋會俾政府一啲嘅希望，俾一啲嘅提議俾政府去參考。但係最後最緊要嘅係一個文化方面，我哋覺得係好緊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亦都係有一定嘅一啲配套措施去做嘅。咁呢個最後啦，就係講翻今日嗰個題目跨界別協作。咁你睇到我哋其實喺唔同嘅層面上呢，我哋有唔同嘅照顧者，有唔同嘅慈善機構，有唔同合作伙伴同我哋合作。咁一陣可以再講多啲嘅。多謝你 Gary。多謝 Paul，thank you。頭先都係聽到 Paul 其實喺港交所嘅慈善基金其實真係做緊好多嘢。其實亦都好開心，因為我哋見到好多人吞嚥嘅問題啦，咁所以唔同嘅各界別都喺度，亦都呢幾年亦都同社聯啊、社署啊都有多咗好多嘅支援啦，同埋照顧者當然亦都頭先助理處長都有講到照顧者有個新嘅熱線啦，182、183，我相信在座都好多人都開始會認識，同埋今日我哋都好多唔同嘅攤檔都有講關於照顧者嘅支援，咁所以亦都好多謝你哋嘅即係對於呢方面嘅即係資助啊等等。咁我哋最後一個講員呢，就係 Rebecca 啦，我諗大家都唔需要點樣去多介紹，咁當然係我哋黃金時代基金會嘅創會嘅主席。咁我相信咧，大家都會知道咧 ，Rebecca 咧好多年咧，都一直喺度推動呢個正向呢個高齡啦，呢個嘅社會創新啦，同埋跨界別嘅合作嘅。咁當然佢嚟緊應該會講多少少關於佢唔同嘅一啲平台啦，尤其是因為頭先 Paul 講到話人人都是照顧者，同埋咧點樣去賦能啊 empower 啲照顧者。咁見到呢幾年咧 ，Rebecca 同埋團隊做咗好多嘢。咁我呢個時間交俾 Rebecca 去分享。好啊，多謝 Gary 嘅介紹。呢個我媽媽，佢下個禮拜咧就98歲嘅啦。
都仲幾壯健嘅，雖然行路咧有少少唔舒服啊咁。咁其實咧，我哋見到我哋身邊咧好多朋友咧，都已經去到90幾啊，甚至乎100啊。咁香港咧係全世界咧人口老化得最快嘅地方嚟嘅，但係咧亦都係最長壽嘅地方。咁呢個係一個好可喜嘅現象。咁但係我哋亦都諗下，到我哋自己年紀比較大嘅時候，我哋點樣照顧我哋嘅屋企人咧？甚至乎我哋將來咧又點樣自己可以照顧自己咧？咁所以喺黃金時代基金會，我哋嘅理念咧就係話，我哋係重新去定義老，同埋咧重新去令到老咧係有所謂嘅，我哋叫 purposeful aging。但係透過咩方法咧？我哋就用一啲好多唔同嘅創新嘅方案啦。咁主要咧就係跨世代同埋跨界別，大家一齊去合力咧去建立一個好嘅一個生態圈。咁因為呢一樣咧真係需要民商官學科研專業界別一齊嚟合作嘅。咁我哋當然講到人口老化，大家不其然咧就會講到呢一個健康管理。咁大家都聽咗好多啦啊！我哋唔好有病先去睇醫生啊！我哋要預防。但係點樣預防呢？我哋睇見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問題存在喺度啊。其中之一咧，就要改變我哋嘅思維啦，就係話啊，你要學懂管理自己嘅健康啊。咁亦都要改變我哋自己嘅行為嚇，唔好淨係食肥豬肉啊，做多啲運動啊等等。甚至乎咧就話哇，好似我哋場裏面咧有好多智靈科技，你要學下點樣用呢啲科技。但係講就好容易，點樣改變個行為咧？咁改變個行為咧，唔係淨係話我俾樣嘢你，俾個工具你。其實我哋發覺係需要有一個好支持你嘅一個環境，同埋好支持你嘅人喺你身邊協助一齊做。咁另外一樣咧就係我哋講嘅，我哋要賦權俾我哋嘅照顧者，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就話有病睇醫生啦，有咩去護士度啦，去專業人士嗰度啦。但係其實我哋香港都唔夠人才，同埋咧專業人士係非常之貴嘅，未必大家可以長期負擔得到。所以其實我哋另外一個痛點咧就係我哋點樣去賦能俾我哋嘅照顧者。好重要一樣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啊，點解我哋以前有72家房客嘅時候咧，鄰里關係好好喎，而家咧好似又好艱難嘅喎。咁我哋要諗下，我哋點樣建立起社區嘅互信網絡？咁呢啲其實咧都係喺我哋建立一個良好嘅健康管理當中咧，我哋見到一啲重大嘅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咧就喺疫情嘅時候咧可能大家睇我哋網頁都會睇到呢一個古仔。我哋疫情嘅時候咧，就見到安老院舍咧差唔多淪陷。咁我哋都真係去同好多私營嘅安老院舍咧傾過，知道佢哋嘅問題之後咧，我哋咧就決定咗做呢一個我哋Smart Care Lab 智靈照顧實驗室1.0。咁1.0嘅時間咧，我哋係用咗個機械人擺入去院舍嗰度咧做消毒噴灑啦，非常之成功。參加嘅院舍咧係冇再有疫情爆發。咁同時間咧，我哋都一路裝備咗有好多唔同嘅software 喺裏面，令到員工啊佢哋容易工作，同埋咧幫助佢哋去提升佢哋嘅服務。咁亦都帶動我哋去2.0咧，我哋再深化呢啲院舍佢哋嗰個各方面嘅服務，令到長者咧有更加好嘅照顧。咁而再去到3.0嘅時候咧，我哋就由院舍就入去家居嗰度，咁發覺咧就係喺安老喺家居嘅場所咧係完全唔一樣嘅，咁亦都引發到我哋咧去到2025年嘅時候咧，到今年咧我哋持續做呢個 Smart Care Lab 4.0。咁4.0係乜嘢咧？我哋就希望咧起成個社區啟動嘅。咁因為我哋集合咗過去呢幾年嘅我哋嘅心得咧，咁當中我哋服務咗75間安老院舍啦，服務咗9000幾個長者啦，亦都培訓咗咧850個呢個院舍嘅員工，亦都咧除咗佢哋參加我哋院舍計劃之外咧，我哋亦都舉辦咗320項嘅培訓俾其他嘅院舍。咁所以亦當中我哋培訓咗500幾個金齡人士咧，做我哋嘅金齡義工同埋學生一齊做嘅。咁其實成個1.0去3.0咧，我哋係影響咗12萬嘅業界嘅朋友一齊。咁係啦，4.0係啲乜嘢嚟咧？其實就頭先阿 Paul 講嘅，每一個人成為照顧者，我哋由院舍由居家起動到成個社區。咁用咩方法咧？就用咗一個叫 social prescribing 嘅方式，就係一個非藥物嘅健康處方。咁我哋透過 knowledge transfer 咧，將我哋嘅專業知識咧 transfer 俾咩人咧？就係俾我哋啲金齡人士。
同埋咧社區裡面嘅持份者 NGO 啦，同埋咧企業嘅。咁但係我哋都透過跨界別唔同年代嘅朋友一齊合作，亦都揾咗好多其他唔同界別嘅朋友一齊去合作。咁喺呢一度咧，你見到1、2、3、4層咧，咁因為時間關係，我真係好快咁講一講。第一層咧就係我哋有個專業團隊。佢哋咧就係啲 professional nurse 啦，同埋咧專業嘅治療師啦。咁佢哋會做嗰個評估之後咧，就 confirm 咗個 care level， 跟住咧就將佢交俾第二層。第二層係咩咧？就係我哋嘅 smart care supervisors， 就係我哋咧過去嗰4年培訓咗呢啲 smart care supervisors， 佢哋咧就會根據專業團隊嗰個估算，跟住咧佢哋咧就會去揀一啲適合嘅方案，同埋咧。同時間 confirm 咗個 care level， 再將佢拋俾邊個啊？就係第三個 tier。第三個 tier 咧就係我哋培訓咗嗰啲 smart care workers。頭先講我哋培訓咗成500幾名，咁而 supervisor 咧就會同佢哋一齊將呢一啲 assessment 去轉做一啲可行嘅方案。咁當然 supervisor 都要睇到佢哋咧係有呢個好好嘅執行能力，先至放手俾佢哋做嘅。咁好啦，正式執行嘅時候咧，就係第4層咧就由呢啲 smart care workers， 因為佢哋受過良好同埋完整嘅訓練，所以咧佢哋就將成個計劃執行出嚟，令到咧每一個家庭嘅個案根據佢哋嘅需求咧，而再去稍為去調整成個照顧方案嘅。咁亦都由於時間關係啦，咁我就係我哋嗰個步驟咧 ，smart care workers 落到去呢個企業或者去到家居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咧實質嘅情況啦。咁然之後咧一路咧去做 evaluation 啊，去觀察啦，跟住再改良佢哋嘅照顧方案啊，咁令到咧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咧受照顧嘅長者或者有需要嘅朋友咧，佢哋嘅實際嘅需求呢一個實際嘅需求唔單止係佢身體上高嘅需求，仲係佢心靈上嘅需求，同埋同屋企人嘅關係。而當中嘅過程咧，我哋亦都培訓埋佢啲屋企嘅照顧者，令到佢哋都識得一啲常識同埋技巧嘅。咁去到，因為我哋呢一個program 咧，去到9月就完㗎啦。咁呢啲數字咧係直至到7月嘅時候，咁你哋睇見咧，我哋就658個長者啦，987個家庭照顧者咧，就係我哋提供服務俾佢哋嘅。咁當中咧有45個呢4.0咧有45個 smart care workers， 就有4個 supervisors， 而我哋有20幾個 NGO partner， 譬如好似有啲你哋都識㗎啦，呢個聖雅各福群會啊等等，我哋都將我哋成套計劃咧同佢哋分享，咁佢哋可能有一啲個案佢哋覺得辣手嘅，咁咧就可以交俾我哋去處理。咁而我哋咧亦都有32個 corporate partners 係企業啦。企業我哋做啲咩嘢咧？我哋都俾有好多講座培訓俾佢哋嘅員工。頭先阿 Paul 講咗，其實咧員工都好多照顧上高嘅問題嘅。咁而亦都企業嘅員工亦都話翻俾我哋聽，佢有啲咩個案需要我哋跟進。咁當然企業啊同埋 NGO 咧有陣時咧亦都會提供啲場地俾我哋啦，或者咧佢哋自己嘅資源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但係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唔單止將呢個限於我哋嘅金齡人士或者長者，我哋咧係亦都培訓咗10間中學嘅學生，令到佢哋認識老齡化係乜嘢。咁我哋嘅 Golden Age Mentors 亦都入到學校嗰度，同佢哋同行，去設計一啲新嘅方案出嚟。其實你哋喺個 hall 嘅最尾咧，你哋就會見到同學嘅作品喺度嘅。咁就係由呢一個4.0計劃出嚟，好叻啊！佢哋香港攞咗冠軍，跟住去日本又攞咗總冠軍嘅。咁另外我哋亦都邀請咗3間大學嘅大學生，就同我哋啲smart care workers 大家一齊咧去舉辦喺社區嗰度舉辦各項嘅活動。咁其實我哋呢一個咧係一個以人為本嘅方式，透過跨界別、跨世代嘅合作。咁呢度有啲數字咧，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就唔再逐一講啦。咁你見到我哋 smart care workers 佢哋服務嘅時數啦，大學生嘅服務嘅時數啦，中學生服務嘅時數啦，同埋都好多謝我哋嘅企業同埋我哋 NGO partners 同我哋一齊去分享佢嘅資源。咁我哋都好高興咧，就係協助到佢哋嘅員工解決到佢哋生活上嘅問題。咁但係當中我哋都見到咧係有好多我哋講嘅 critical barriers。第一咧就係有好多人咧仍然對於呢啲數字化嘅設備咧，佢哋唔係好有信心用嘅。咁我哋覺得咧係工具咧，真係只係一個工具。我哋真係喺佢身邊咧建立起一個群體去扶持佢哋，有咁樣嘅環境咧，佢先有咁嘅信心咧去繼續用落去。另外一個咧就係咧服務碎片化。咁
副處長，可能我哋好多時都同你哋嘅傾偈嗰時都講，好多服務咧就係完咗之後就完啦。但係其實我哋點解我哋揾咁多 NGO partners 咧？就係我哋同佢哋分享我哋嘅做法，亦都係即係間接或者直接咧培訓咗佢哋嘅員工。咁所以有一啲咧亦都因為我哋嘅做法咧，佢哋亦都照板煮碗咧喺翻佢哋嗰個機構裏面咧去實施出嚟嘅。咁另外一個好大問題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社區嘅互信啦，同埋點樣持續落去。因為好多時咧照顧者都會問：哦，你哋呢個 pilot project 啊，完咗之後咁點樣樣啊？你哋走咗之後點樣啊？咁我好高興話俾你聽，因為我知道咧有1、2間 NGO 啦，同埋有1、2區咧，因為佢哋接受咗我哋嘅培訓之後咧，佢哋亦都喺佢哋嘅範圍裏面咧做類似嘅一個 community care。咁呢一啲我哋覺得我哋就將呢個信息同埋呢啲培訓去傳揚出去，令到更加多嘅人咧可以透過呢個社區嘅方案咧，令到更加多人受惠。咁我哋都睇見咧喺當中咧，我哋有幾樣嘢咧係我覺得我哋做得唔錯嘅，就係第一咧，我哋一開始由1.0嘅時候去到2.0，一路到4.0咧，其實我哋係同我哋嘅用家，即係我哋嘅長者同埋啲照顧者、員工嘅使用者，同佢哋一齊咧去 co-design 一齊設計一啲方案出嚟，就唔係話嗱呢一樣嘢你用啦，我教識你用你自己嚟咧，唔係，我哋同佢哋一齊設計，理解佢嘅問題，有一啲方案咧，亦都由佢哋提出可以點樣改良嘅。咁而我哋啲 Smart Care Workers 亦都係一樣，佢哋叻過好多專業人士添，因為佢睇到啲個案之後咧，我哋做 briefing 嘅時候發覺咧，佢哋自己諗咗一啲方法出嚟。如果一陣間有時間，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咁另外一樣咧，我哋覺得咧，其實我哋唔係淨係逐個 scheme 去做，或者逐嚿工具去介紹出嚟，反而我哋係希望咧，將所有呢啲嘢將佢聯繫起上嚟，真係建立一個好嘅一個 ecosystem， 令到佢可以發展落去嘅。咁當然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如何點樣投資，譬如可能係透過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啊呢一啲平台機構協助到我哋咧，令到呢一啲方案咧可以長遠能夠發展落去嘅。咁嗱，我一輪嘴講到呢一度，我交翻嘅時間俾阿 Gary。多謝你啊 ，Rebecca。其實聽咗堂書啱啱好似你其實唔係單單介紹咗關於你哋做緊好多好嘢，但係其實你知道我哋有啲之後有啲 follow up 嘅問題啦。其實我見你一路都答晒我哋想問嘅問題，但係我哋其實雖然話時間唔係好夠，但係其實我哋都仲有20幾分鐘嘅。在下如果有啲咩問題可以隨時可以舉手或者歡迎去發問咁樣嘅。係已經 OK， 有位好後邊有冇咪可以俾到中間？龙教授您好 ，Rebecca，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您刚刚分享了这么多，真的是做了很多努力，不管是企业、基金会，还是一些义工，我想了解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刚刚听到您在聊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持续性就意味着我们提供的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包括 AI 包括一些比较好的机制，是需要长期去服务的，不是做个1年、1个月，是多年，然后我们是需要长期投入的。我想知道你们在维护这方面是怎么做到的？另外的话，我想问一下那个周冠英先生。就是我们香港交易所，非常开心，就是香港目前的话，在资金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全球第一。然后另外的话，香港交易所的上市也做得非常好。企业它是不是可以在可持续发展跟养老板块为香港做更多的贡献呢？非常感谢。謝謝你的問題。不如 Rebecca。好，謝謝你的問題。其實你剛才講得很好，我們一路走來的時候呢，不是很容易的。因為第一呢，我們就是希望，不管是老人家或者需要照顧的朋友，他們應該改變自己的心態，不是說我身體不好啊，你來照顧我吧。反而呢，我們那些 Smart Care Workers，他們的工作就是讓他們知道健康在你自己的手裡面。
所以就算我们拿了不同的工具，比如说有些中风扶康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有脑退化症的朋友，我们有一些机灵工具去协助他们的，但是我们也跟他们解释这些工具怎么样用，然后他自己要了解，因为就是专业人士也不可能24小时照顾他，家人也是很劳累，也不可能就是整天照顾他。所以如果他们自己能够运用这些工具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的 Smart Care Workers 他们的工作就是用一个很轻松、很有趣的方式去跟他们做运动啊，跟他们聊天啊，然后跟他们做一些小游戏啊，这样子提升他的脑力的发展等等。其实这个透过这一个方式，让他们感到，其实我自己应该去主动的做好我自己，管理好我自己的健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照顾者，因为很多照顾者呢，就是一般都没有这个知识或者没有这个技巧啊。家里人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有 crisis 的时候，就是有危机来的时候，他才去想，哎呀，我要找刘医生，然后他会跟我解决的。但是我们发现的最主要的就是照顾者也一定有一定的常识，然后呢，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起码他们会比较镇定的，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专业团队，我们的 Smart Care Supervisors， 还有那些 Smart Care Workers， 他们一直在做的工作。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是真的需要持续发展下去的，因为好像我们 4.0， 我们就是今年10月份已经完了，那之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4.0的时候，我们是在东区，主要在东区那边。那现在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它发展到，比如说西区、中西区，因为中西区也是人口老化很严重的地方。然后也有九龙那边、观塘啊、黄大仙啊等等，都是一些很老化的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个支持，我们可以技术每一区做下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比较快可以把那个健康管理工作做得更加好。那当然也是建立起信心，因为信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 Smart Care Workers 他们很愿意听他们讲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家就是通过交谈沟通，然后建立起一些互相的认识，然后慢慢就是建立起一些信任的关系。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信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不是随便哪一家公司说我帮你吧，但是受助的不一定会愿意接受你的帮助。所以刚才我讲的那几个呢，其实我们就需要技术克服的。谢谢 Rebecca。其实co-design、co-develop 这个很重要，因为尤其我们经常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那个 end user 或者我们那个受惠者他们需要什么，但是如果他们还有那个 cross generation 那个接触，所以如果有一些年轻的跟一些老一点的，他们一起去共同去建设，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你刚才讲的一些几个讲者都有讲那个 empowerment 嘛，我们是怎么样 empower 他赋能他，让他们有那个skills， 还有那个 skill set 去刚才讲人人都是照顾者，所以我们是 empower 他。他如果真的来到的时候，他们也去怎么样去处理。Paul， 你还记得那个问题吗？我大概记得的。我说说吧，谢谢你的问题啊。我觉得我先说一个一点，就是说上市公司呢，我们当然是多了很多。这几年说实话，我们是很也感谢那个市场很支持我们了。有几点我会说的。第一点呢，说很多上市公司其实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我们港交所慈善基金呢有几个主要的那个捐款的那个不同的途径吧。就其中一个途径呢，就是说，假如呢我们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话呢，你假如是希望有一个股票的代码的话呢，你可以选的，但你有选的话呢，你必须要捐那个款给我们慈善基金的。那这几年呢，当然股票市场好，但我们也看到呢，很开心看到很多股票来上市的公司也毫无疑义的，他们会很开心的来捐给我们。我觉得这一点呢，你会看到，所以我们说实话，我们的捐款也不断的上升。所以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当然在考虑着，我们怎么样能用这个一个基金用得更加好，
回馈那个香港的社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想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会自己看到呢，很多上市公司来到之后呢，当然，要做一个公司，他们自己有些策略，不同的公司有些大的公司，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基金，比方说有些比较小的公司呢，你会看到其实他们呢。甚至他可能那个主要业务不在香港的，可能在国内，比方说，但他们的香港是很关心我们的，对我们的社会说，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是很希望帮你的。所以你会看到，比方说我刚才谈到的一个那个照顾者的那个计划，里面我看到很多我们跟不同的上市公司在谈，我们跟他怎么样合作。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那个观塘区呢，很快会有一个社区中心，我们会开的。那个是我们跟领汇就是上市公司了，领展来跟他们来合作的，它是一家上市公司了。但还有其他上市公司，其实也不断跟我们来谈，有什么可以帮我们来一起来推那个照顾者的那个计划，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刚才我也谈到，我们不是有个 empowerment 的 program， 就是我说就没人了，我们就介绍那个，比方说慈善机构，他们那个非政府的机构，他们需要一些的，比方说商业上的一个帮忙，或者是策略上的贡献啊等等。有很多的上市公司，我们跟他谈呢，他们也是毫无疑问的说没问题，我们的参与的，我们怎么来帮忙你？所以我会说的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些影响力了，我们会不断的找那个上市公司。但我必须要说的，我这几年我看得很清楚的，是很多不同的金融界也好，上市公司也好呢，他们是特别很关心香港这个社区的。甚至我刚才说，他们可能主要的业务不在香港里面，他会也希望说我怎么来帮香港。我觉得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谢谢。谢谢 Paul， 我知道 Alfie 有几句。对，我也想补充一下。其实刚才听了 Rebecca 跟 Paul 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有2点还想补充的。第一个是说，我们讲到很多跨界别或者跨世代的那个合作，其实还有一个是跨国界。因为其实我们在2天前呢，星展跟星展基金会呢是做了一个跟黄金时代做了一个叫 Impact Beyond Dialogue， 就我们是怎么能够创造我们影响力。当中一个重点呢是说，除了我们今天在香港讨论香港其实呢还可以跟更加多的地区跟市场合作，比方新加坡，比方国内。比方台湾，比方很多已经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其他市场，包括我们的旁边像日本啊、韩国，其实所有人，尤其是北亚市场，都在面临这个问题。那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共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其实很多解决方案呢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那当中就有很多这个学习的过程，什么经验是新加坡好的，那香港可以拿来去用。或者什么经验是香港非常好的，包括那天我们来了非常多新加坡的专家，都说香港非常棒，怎么能够把这些香港的经验带到新加坡？所以这个我是想补充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讲到刚才很多谈到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自创？其实呢，刚才那个自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不仅是每个人可能自己会变老，可能自己也会成为今天的照顾者，未来的被照顾者，所以这个自救很重要。我想讲的另外一个点呢是，当星展跟星展基金会去资助很多做养老科技的企业的时候，也希望企业它自己能够 sustainable 去发展。刚才2位其实讲到一个点，我觉得不能认同再多的是说，钱呢是永远不够的，你今天资助3年，永远有用完的时候。但是一个企业你能怎么去持续发展？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在场有很多星展基金会资助的企业，他们拿了3年的基金，但他们需要在3年里面去告诉我们怎么去用这个资金，怎么能够你3年之后你可以自己去发展，而不是不断的去问不同的 funder去再拿钱。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无论是个人或者企业，他有这个自救自创，自己去照顾自己这样的精神。其實所有人都是照顧者，所有人都是照顧機構的時候，我們這個社會才能發展得更好。好啦，其實係好多謝 Alfie 嘅分享，因為亦都咧某程度上 loop 翻去頭先 Rebecca 講話點樣去個 social prescribing， 或者你哋 create 咗個 model 之後，點樣去唔同嘅 NGO 啊，點樣去 replicate 啦，因為冇可能真係
不停即係要做咗 model 之後點樣去 absorb？ 咁當然，如果頭先話政商民嘛，係咪？如果政府係見到呢個好正喎，或者點樣去長遠去 absorb 咗，或者去佢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可以。有冇其他問題想問？後邊 yes。係，我頭先好開心見到一個 terms social prescribing。係幾年前我自己係開始參加呢類嘅計劃。我係參加過幾個唔同嘅計劃。頭先有講者有幾個唔同嘅 terms 啦，叫做 smart care worker 啦。我亦參加過中文大學嗰個嘅健康計劃叫思思德，亦都參加過一啲機構叫 link worker。我好同意呢種咁樣嘅 model 啊。正係我哋成為呢啲中間人嘅時間，我哋受過訓練。可以去應付一啲喺我哋能力範圍裏邊去處理嘅 case， 係大係減輕嗰個經濟嘅負擔，唔需要嗰啲叫受惠者直接去一啲最高規格嘅醫療嘅服務或者係社會嘅服務。我希望呢個中間人嘅角色喺我哋香港嘅社會係有一個定位，或者係有一啲嘅機構。可以俾我哋呢啲曾經參加過呢啲計劃嘅人咧，可以點講咧？可以去進入其他唔同嘅計劃嘅裏邊嚇，咁讓我哋所學嘅唔好去浪費。或者我可以講少少就頭先講嘅社會處方啊 social prescribing。其實我哋一開始我哋嘅會所有嗰啲empowerment program 咧，都係用 social prescribing 呢個模式。咁當然啦，10幾年前我哋唔識呢個 term 嘅。不過收尾咧就係我哋又同新加坡啦，又同日本啦，大家交流嘅時候又去到英國去考察咧，我發覺原來社會處方咧係我哋一路用緊嘅。咁亦都香港可能有其他機構，即係用一個非藥物性嘅治療，反而咧就係透過人際關係啦、社區網絡啦、溝通啦，或者我哋用嘅科技啦，譬如好似我哋對呢啲有 dementia 嘅長者，我哋又用我哋嘅金菠蘿啦，我哋有一個好好玩嘅細嘅機械人仔，我哋叫金菠蘿，咁就由我哋嘅盧姑娘咧，同我哋嘅醫護團隊設計咗一個 clinical protocol 出嚟，咁就唔係亂俾佢用嘅，而只不過咧有一個protocol， 大家可以跟住嚟用，咁令到咧係可以有一個好正規嘅用法。咁我哋發覺咧就係喺當中咧，我哋頭先講可能唔同嘅機構有唔同嘅名啦。英國叫 Link Workers， 我哋咧就叫 Smart Care Workers， 可能中大有其他嘅名，但係其實就係你頭先講嘅一個中間人嘅角色。因為咧專業人士咧係我哋係遠遠唔足夠啦，同埋個費用亦都好貴。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工種咧，甚至乎呢個social worker 嘅工作啊，或者呢一個言語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等等，有啲工作咧，其實佢可以咧教俾我哋普通嘅金齡人士。我哋所謂普通嘅金齡人士，其實咧而家大家都係 knowledge worker， 係唔單止係 knowledge worker， 係 wisdom worker， 即係有智慧、有經驗嘅呢一啲中間人。咁其實由佢哋學咗呢一啲部分嘅工種、部分知識咧，其實減輕咗專業人士嘅負擔，減輕咗我哋嘅費用啊！即係你諗下，揾一個言語治療師可能1000幾2000蚊一個鐘，咁但係如果你不停咁樣同佢重複練習啊、口語啊、吞咽啊嗰啲，咁可能一個 smart care worker， 我哋做過個調查咧，參加過我哋嗰啲家庭咧，我哋就問佢嗱 smart care worker 如果即係當我哋而家係唔收費嘅，但我哋問佢如果你願唔願意付100到200蚊一個鐘頭去請佢哋咧，全部都願意。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呢一個 model 可以慢慢出嚟，但係咧亦都需要好多方面嘅結合，可以令到我哋呢啲中間人，我哋呢啲 smart care workers 咧，真正喺社區裏面咧，發揮到更大嘅作用。其實我今朝先同 Warren 先傾完偈話啊，關於 social prescribing 嗰啲嘅health economics 嗰啲 social economic benefits 多唔多呢方面開始嘅 data 或者出緊嚟啊？即係有㗎。其實我哋4.0因為係9月尾完，咁跟住我哋會做翻一個 report 個 impact report， 咁嗰度咧就會有更加實在嘅數據俾大家睇到嘅。不過咧，我哋已經見到咧，就係我哋嘅 smart care workers 咧，
其實佢哋真係經過咗幾嚴格嘅訓練，係同埋咧有好多案例佢哋去實踐咗。咁所以變同埋咧，佢哋嘅求知欲係好強嘅，係即係當我哋有我哋嘅醫療團隊、專業團隊一路同佢哋去跟進所有嘅個案咧，但係其實我哋發覺佢哋每一個人咧自己嘅自學能力好高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係遠遠超乎咗我哋嘅想像之外。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呢一啲 smart care workers 即係做社會處方嘅呢啲所謂中間人，我哋能夠更加大量嘅培訓佢哋，俾更加多唔同嘅工種佢哋做咧，我相信咧係對於我哋一個人才缺乏嘅社會咧係嚟一個好大嘅助力嘅。多謝你，台下仲有冇其他問？我講普通話，哎，係我講普通話，請方便那位小姐可以聽到啊。那個現在那個世界呢，都是一個地球村啊。我領會就是這一句。係識聽廣東話，好好。咁咧，我想請教阿容教授咧，基金會嘅計劃咧，而家咧長者老齡啊嘛，高齡啊嘛，就係面對一個癌症嘅問題。即係譬如今年都有好多人死咗癌症啦，譬如啲名人啊嗰啲都死因為癌症啊。我想請問咧，呢個你哋容教授基金會咧係點樣咧具體啲？我想你講得具體啲，俾個藍圖。即係點樣去幫一啲癌症嘅長者咧？好多謝你嘅問題。首先咧，我哋就唔係專責咧，係淨係應對癌症嘅。咁我哋下低有馮康醫生啊，有其他劉教授喺度。咁可能佢哋會俾到更加多專業意見你哋。但係咧，我哋即係由一個基金會嘅角度咧，就係睇，因為而家患長期病患嘅人越嚟越多。咁點解我哋咁着重咧？就係講喺預防同埋健康管理嗰度咧。因為所有呢一啲嚴重嘅病症，可能起初嘅時候咧，大家冇乜點理佢。但係如果我哋真係由後生，或者係當我哋開始自己覺得有少少唔妥嘅初期咧，真係去做多啲體檢啦。自己亦都向專業人士啊，或者係你個社區嘅資源嗰度咧，去揾多啲資源翻嚟，幫助你自己。可以更加好嘅，都係透過可能有啲透過藥物啦，有啲可能透過社會處方嘅方式，去令到我哋自己咧識得認識自己嘅身體，同埋咧就係我哋講照顧者就係屋企人，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隨時成為一個照顧者嘅，即係我哋唔知道，除咗老人家之外，可能屋企有其他嘅人會突然間患病或者有意外，咁所以我覺得咧，盡早做好各方面嘅準備。咁但係當然去到話真係好嚴重嘅病啊，好似我哋啲個案都係嘅。如果我哋經過個 assessment 發覺，其實係嚴重嘅喎，唔可以淨係停留喺我哋啲 smart care workers 個層面。咁我哋會將佢轉介翻去醫生啦、醫院啦或者社工嗰度啦，咁令到佢哋真係專業人士咧，就係負責一啲好嚴重嘅個案。咁其他嘅如果真係有關於癌症啊，可能阿馮康醫生，我哋另外一位董事嘅黃金時代基金嘅董事喺度，亦都可以完咗之後咧，同阿馮康醫生咧攞多啲資料，或者阿 Dr. Gary Lau 攞多啲資料。好多謝 Rebecca。我見到後邊開始舉牌，時間過得好快。我想問最後大家有冇啲咩嘅感想又好，抱負或者嚟緊你哋一啲嘅信息啊，想藉住呢個場合想帶俾大家。不如今次 Alfie 先啦，即係。我今日聽咗好多咧，我覺得其實咧，我有個得着，最大得着咧就係應該多做好似今日咁樣嘅 Expo， 等個理念或者等好多知識係可以傳遞俾更多嘅人。啱下邊台下你都問，有乜辦法可以去或者患病又好，其實好多嘅教育，好多嘅。就已經喺個 booth 度。舉個例子，我啱先同阿 Gary 講，嗱，談笑用兵就已經寫喺嗰度。其實好多知識都有㗎，但係唔知就用唔着啦。就好似我哋星展基金會都係啦，我哋資助咗好多啲企業，佢哋去做科技手段去幫更多嘅人。但係做得再好，如果喺櫃桶底唔攞出嚟，唔俾更多人知，係冇用嘅，只係一個冇用嘅工具。咁所以當我哋資助更多嘅個人、更多嘅機構去做創新、做發展、做新嘅科技之餘，點可以等譬如一啲基礎嘅醫療知識啦，譬如談笑用兵、防中風，或者係一啲有用嘅工具、有用嘅服務，譬如我哋資助Evercare
係一間可以理解成係 Uber 界係Carer 界嘅 Uber。咁其實如果唔知咧，你係用唔到嘅。第一知，發覺原來我喺個手機度就可以去揾到 Carer。咁點樣可以等呢啲服務等更多人知道？咁我諗呢個係我今日最大嘅得著。多謝你 Alfie。好，其實咧，我自己做我而家呢份工咧，即係可持續發展咧，我做咗1年幾2年啦。即係喺2年嚟，我開始睇即係之前唔係我負責嘅喺港交所，咁但係而家我負責睇埋慈善基金。我諗我睇咗慈善基金之後，我有一個得着嘅，其實亦都係今日我諗都有講過一個嘅，就係其實香港咧係好多好有心嘅人士，好多好有心嘅慈善機構、志願團體等等嘅。咁我諗出現嘅問題有時候就係我哋今日講跨界別啦，我哋點樣去將佢嘅有限嘅資源用喺一啲最有效、最針對性、最有即係最 effective 啊，所謂最有效用嘅，去幫到有需要嘅人士。咁呢樣嘢其實好時我哋港交所就或者同埋商界都希望做到嘅一樣嘢，就係點樣去將資金去到擺到有啲有需要人士，然後佢哋可以幫到有需要嘅，即係譬如我照顧者計劃其中係一樣嘢。其實本身你睇到我哋睇大埔區、觀塘區，其實有好多人本身做緊呢一樣嘢嘅，但係我哋將佢系統化咗成件事情，將好多唔同嘅志願機構拉埋一齊。喂，你哋可以咁樣做喎，可唔可以咁樣嘅話集腋成裘啊等等。咁呢樣嘢我其實好大感觸嘅，就好似今日頭先阿 Alfie 講，即係我諗多啲呢啲嘅 summit 啊等等，其實好好嘅。你將唔同嘅人拉埋一齊咧，再去傾咧，我覺得係即係香港係好有希望嘅。其實對我嚟講，我自己係好鼓舞嘅。多謝 Paul。其實兩位講者講嘅嘢，我十分之認同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我覺得而家，因為既然人口老化個速度咁快，我哋一定咧就係成個社區去起動嘅。因為關愛，我哋講嘅關愛社區咧，唔係淨係一個關愛家庭，唔係一個關愛學校，而係我哋真係成個社區裡面咧，社區裡面嘅人去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咁點樣做到咧？就係我哋真係共學共享，即係話。我哋本來唔識得照顧人嘅，但係我哋一直願意一齊嚟學習呢一啲知識，去參與啲唔同嘅培訓計劃。共享咧，我哋亦都譬如好似我哋基金會做所有嘅計劃咧，譬如頭先我講個金菠蘿，其實盧姑娘同我哋嘅專業團隊咧，就已經設計咗成個 clinical protocol 出嚟。咁我哋就好似所以我哋點解頭先講我哋係培訓咗成幾百個其他院舍。同埋其他 NGO 佢哋嘅社工啦，佢哋嘅護理人員咧，因為我哋亦都想呢個知識分享出去、傳遞出去。咁譬如我哋頭先講，我哋1.0去到4.0嘅 model 咧，我哋每一個計劃咧，我哋都有翻個所謂嘅 curriculum， 即係成個 program 嘅設計係點樣。咁我哋都將呢一啲program 嘅設計啊，同埋個內容咧，我哋都分享俾有興趣知道嘅機構或者朋友。咁我覺得透過大家互相共享，就譬如好似今日嘅展會嗰度有好多攤位，其實大家一定又已經將好多好似 Alfie 講好多知識已經喺度㗎啦。咁我哋去學習，然之後亦都將佢再分享俾更加多嘅人。咁我覺得透過呢一個好似一個循環不息嘅一個 cycle， 我哋令到更加多人有咁嘅知識，同埋咧最好咧就係去參與，因為我覺得咧你識咗擺喺度係真係冇用嘅，你一定要去參與實踐出嚟，然之後先至知道我仲有啲咩不足，或者仲有邊一啲嘢咧我可以令到更加完善嘅。咁所以點解我哋都好着重咧，同我哋所有嘅 users 咧，大家一齊不停咁樣共同設計。唔係話我哋個會設計咗就係咁啦，反而我哋一路不停嘅改良。咁其實所有人咧都應該參與在其中，所以我哋講每一個人成為照顧者咧，即係只係一個好似好 general 嘅講法，但係當中咧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參與者，都係一個貢獻者，亦都成為一個可以識得照顧自己、照顧他人嘅照顧者。太好啦！喺度做個小總結，都真係學到好多嘢。我哋今日我諗好多個字眼都出現咗好多次。我哋有講過跨界別嘅合作 （cross sector） 係咪？跨即係世代 （cross generation） 嘅合作。我哋有講過話點樣去大家去 co-develop、co-design， 但係一齊去其實個個都係照顧者。我哋學到嘅嘢其實我哋大家都可以不妨即係都係好似頭先個 social prescribe 點樣自己學到啲嘢都可以貢獻翻俾身邊嘅人。我覺得呢個好重要。我哋都講咗話關愛社區其實咧亦都其實都提及幾次咧，其實咧係個
個愛同埋嗰個嘅以人為本係重要，因為最終嚇我哋都係以我哋無論我哋自己身邊嘅人，我哋關懷嘅人，呢個好重要。但我諗係好鼓舞嘅，見到咧其實咧頭先又係政商民，無論係政府商界，其實我哋做緊好多嘢，大家都係為民眾嚇大家去做嘅。咁所以我諗喺度咧都再次多謝3位嘅講者啦，同埋我哋嘅主禮嘉賓嚇，今日咧帶我哋好多新嘅知識咧，同埋大家不妨咧，正如嗰4個鐘頭啊，我哋仲有4個鐘頭呢個節會，不妨咧真係去慢慢去咀嚼下每一個單位。我知道好多人會捉住你去試下呢樣派下單槍，但係不妨去睇一睇，因為無論你話喺唔同界別嘅服務，由退休嘅又有由一啲嘅社區康健或者唔同嘅站，或者去到頭先講話一啲嘅社區嘅一啲嘅客廳啊等等，其實你發覺無論係幫助自己又好，身邊嘅人咧都好多一定咧會有機會受惠嘅。咁再次多謝大家，咁樣多謝咁多位。Thank you， 多謝晒咁多位嘉賓分享。請留步，現在將會係致送感謝狀嘅時間。我哋將會有請本環節嘅主持劉巨基醫生代表黃金時代基金會為我哋致送感謝狀㗎，同埋都會拍照留念。Thank you。咁我哋有請致送感謝狀嘅時間。非常之感謝嘉賓嘅分享，多啲嘅掌聲送俾佢哋好嗎？非常之精彩，學識咗非常之多嘅知識。咁我哋有請4位一齊去到台前嘅位置影相啊！咁我哋會影2張先㗎。首先第一張，跟住另一張呢，我哋邀請緊嘅主禮嘉賓一同合照。咁相信大家都可以將頭先學到嘅嘢用喺自己身上，亦都可以用喺身邊人身上。好，我哋有請主禮嘉賓到台上一同合照。掌聲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福利署助理處長安老服務殷麗明女士一同合照㗎。我哋本環節最熱烈嘅掌聲送俾我哋所有嘅分享嘉賓，多謝晒，非常之精彩，亦都俾個 like， 一齊自創關愛社區。Thank you， 多謝晒，請到台下就座。Thank you， 多謝晒出席。以上就係我哋今次論壇嘅時間啦，再次多謝大家嘅出席。